大家好，我係胡醫生 Isabel。牙周病不僅是口腔疾病，更係一種會影響全身嘅慢性炎症。由於早期症狀不明顯，易被忽視，但係持續嘅牙周發炎會導致牙菌斑中嘅細菌及其毒素進入血液循環，引發全身性發炎反應，從而顯著提升多種系統性疾病嘅風險。經醫學實證，牙周病與下列疾病有密切關聯：心血管疾病，增加動脈粥狀硬化同心肌梗塞嘅風險；糖尿病相互影響，加劇血糖控制難度；呼吸道感染，吸入口腔細菌可能導致肺炎等疾病；妊娠併發症，提高早產同嬰兒體重過低嘅機率；阿茲海默症，牙周病菌可侵入大腦，增加腦退化風險，並可能加速病情。類風濕關節炎同埋牙周病共享慢性發炎嘅基礎，驅動咗自身免疫攻擊，改善牙周病，也可以同時改善類風濕關節炎嘅活動度。預防與管理，國際牙醫學會一致建議，除咗日常清潔牙齒，每半年進行一次專業洗牙與檢查，徹底清除牙石同牙菌膜，係阻斷牙周慢性發炎、守護全身健康嘅關鍵投資。積極管理牙周健康，是為身體築起一道重要嘅防線。